另外来关心的是4当前伫彰化交友大楼的防疫旅馆呢是发生火灾，迄当阵有3个人过身，也佫有1个消防员是殉职。为着要互大家来重视这公共安全，也佫有消防的权益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也佫为家属是来推动采纪念碑的活动。这座永保平安的纪念碑，就采伫彰化火车头的头前。 众人伫纪念碑头前哀悼对4年前殉职的消防员陈志鹏。2021年6月30日，彰化交友大楼的防疫旅馆发生火烧，造成3位民众过身，1位消防员殉职的悲剧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甲殉职消防员的家属，就来发起立纪念碑的活动，透过彰化市公所提供场地，甲这座永保平安的纪念碑采伫彰化火车头前。这个碑它可以立起来，我觉得我们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。以家属的心境来说，我们会希望说未来这件事是可以就是避免的。但如果它能够一直不断的、慢慢的进步，那当然是最好的这样。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，交友大楼是消防法4名3款入法，是这执行调查权的案件。调查报告明确点出，消防、建筑管理等相关的制度有欠点，是真有指标性的案件。这阵交友大楼已经拆掉，希望透过纪念碑，让众人会记得这件火灾事故的教训。我们把碑文、把碑的意象，还有最重要的调查报告的本文。 给立在了彰化火车站面前，让世人可以不断的记得这个真相。只有记得之后，我们才有机会去行动、去改变。消促会表示，为2014年到达，全台湾有46位消防员殉职，希望透过这个由民间发起的永保平安纪念碑，让政府单位会当真正重视公共安全甲消防权益，卖互消防改革只是咧画口号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